眾所周知，台山裏海味雜貨超市貨品豐富，種類繁多，可以講係目前紐約地區規模最大、品種最齊全嘅台山特色超市。而今集探店日記，華仔特別想向大家推薦台山裏海味超市佢哋嘅花卉業務。負責人 May 姐向我哋介紹，今年店鋪大量引入各類年花同年桔，採用量販式銷售模式，價格絕對有優勢。今年新春，台山裏海味雜貨超市特別大量引入各款年花年桔，為街坊帶嚟滿滿嘅好意頭同節日氣氛。店內主打商版日本海棠花，顏色豐富，有深粉紅色、橙色、大紅色，花型飽滿，喜慶大氣。而土花就有深粉紅色同淺粉紅色兩款，花枝挺拔，花開茂盛，寓意人緣旺，運氣好。而年桔源自嶺南地區獨特嘅新年文化，承載住濃厚嘅傳統年味。台山裏海味店今年選購大量唔同尺寸嘅盆栽年桔，有金桔同四季桔兩大類，有12寸、14寸、15寸、17寸同19寸，適合家庭擺設、店鋪裝飾或者係送禮之用，係吉祥之選，寓意大吉大利、財源廣進，新一年興旺順利。May姐同我哋講，為答謝大家咁多年嚟嘅支持，新春期間特別推出一連串嘅賀年優惠活動，嚟買年花就有好禮相送，其中消費滿55蚊就送冬菇一包或者紅棗一包，消費滿88蚊即送發菜一包，而購買大年桔滿888蚊就送賀年大禮籃一份，禮品實用又好意頭，無論係過年送禮，抑或自用都啱。大家如果想買又平又靚嘅年花或者係年桔，記得嚟報碌倫86街1949號台山裏海味超市揾May姐。呢度除咗有優質海味、滋補乾貨、南北雜貨之外，甚至連雞、鴨、鵝等食材都一應俱全，交通便利。我哋可以搭地鐵 D 車喺20大道落車就係。華仔認為購買888元大年桔加賀年大禮籃，超值又實惠。喺廣東話流行用語入邊，米已經成為錢嘅代名詞，例如話好有米，即係好有錢嘅意思。所以May姐就攞呢個好意頭，為大家準備咗一連串精彩賀年優惠活動。其中大年初一下午1點至3點係超市舉辦嘅免費試食會，屆時現場仲有精彩嘅醒獅賀歲表演。第二個好消息就係年初一當日，凡消費滿388蚊，再加100蚊現金，即送價值238蚊嘅冬蟲草一盒。第三個好消息就係從大年初一至到正月15，凡消費滿5蚊，即送台山米一份。買得越多就送得越多，寓意新嘅一年大家都有米，豐衣足食，富足安康。